就係香港嘅，唔好話00後、90後、80後，定係屋企父母嗰輩，其實佢哋都唔係100% 做到自己。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自己開心就已經好成功。相信大家讀書嘅時候，作文都寫過我的夢想。為咗追夢，你有幾堅定，願意搏到幾準？呢位00後嘅蛋糕店咖啡老闆，10歲開始睇 YouTube 自學整蛋糕，一步步實現佢嘅創業夢。Hello， 大家好，我係思傑，我自己係00後，咁啱呢，我同埋我嘅朋友，我啲 partner 都係千禧小朋友嚟嘅，所以就改咗叫千禧咖啡。當初整蛋糕係自學嘅，10歲、11歲嘅時候 YouTube 上面有得學整木糠布甸啊、朱古力 mousse cake 啊，就一路睇 YouTube 一路學，然後喺自己屋企度整咁樣咯。再大少少呢，就參加啲興趣班啊、暑期班咁樣學整蛋糕。我整嘅千層蛋糕就一定係要濕潤同埋夠薄，先至係食緊一樣完整嘅嘢咯，而唔係皮同 cream 同個餡料係分開嘅。蛋糕對思傑嚟講，唔止係一件甜品，背後更加盛載住佢嘅夢想同故事。我本身係有讀寫障礙噶嘛，咁我讀書唔叻啦，又唔會做運動啊、打波啊、成嗰啲都冇我份嘅。咁唯一就係整蛋糕先至有成功感同滿足感，所以蛋糕對我嚟講係揾到自己嘅價值、自己嘅位置喺邊度咯。我中4留過1年班，之後中5又留多1年班喎。咁讀到個人冇心機啦。我記得有一次學校放 lunch time，我喺個茶餐廳度突然之間冇喺心度喊，我唔想我人生就係因為讀書搞到唔開心，然後要玩完，即係屋企人或者傳統家長會覺得最基本消費都有個中六畢業，你 DSE 冇5條2都好叫做有考過啊，咁有個基本社會嘅入場券。嗰陣時爭1年或者爭半年就其實可以完成個學業啦，但係我都唔想讀，咁我決定不如唔好讀啦，追自己嘅夢或者做自己嘅興趣都好過漫無目的咁樣繼續留班。呢條路唔算迷茫嘅，我都知自己想點樣。正常有繼續升學嘅00後，我喺佢哋有大學生活或者大專生活嘅時候，我已經係出緊嚟做嘢啦嘛，已經創緊業啦嘛。嗰陣時就覺得同年嘅人都仲玩樂緊，有唔同圈子新嘅朋友嘅時候，我就仲埋頭苦幹，自己喺工場度整蛋糕。嗰陣時就覺得有啲唔開心嘅，但係都過咗嗰段時間，然後就覺得每個人都有唔同步伐、唔同嘅節奏噶嘛。靠住不斷努力拼搏，思傑嘅蛋糕得到更加多客人嘅賞識。由請街坊食蛋糕，儲落一批熟客，到開網店、實體店，之後更達成心願開咖啡。好多客人都好支持我，咁我好想同佢哋多啲互動，起碼見到佢哋食嘢嘅反應。多咗間實體店呢，你就責任多咗，比起做網店或者做工場係辛苦好多嘅。的確，如果你真係揀咗呢條路，即係去創業，去做自己想做嘢嘅時候，內心一定要夠強大咯。返工嚟都可以怨下啊，我為咗份人工先做，或者我為咗任何生活條件先去做。但係創業呢樣嘢係你自己揀㗎嘛，冇人逼你嘅時候，唔好因為唔夠強大遇到唔好嘅事就想放棄咯。以前讀書嘅老師、朋友、同學，就算有啲關係唔好好嘅老師啦，知道咗我冇讀書之後，原來係行咗呢條路，佢哋都好 support 我咁樣咯。我唔會鼓勵人哋唔好讀書，我覺得讀到就應該要繼續讀。讀書係真係有用嘅，只不過我覺得讀書唔代表成功，成功又唔代表讀書咯。只不過係每個人揀嘅路唔同。我係翻過去，我都係會咁樣揀嘅。就算俾我 DSE 畢業，可能讀大專咩都好，就會錯過咗我呢6年嘅經歷咯。所以我都冇後悔過揀咗呢條路嚟行，即係老土啲就係博盡無悔啦。依家呢個狀態係實現咗我當初嘅目標同埋我想做嘅嘢，所以就算即係經濟環境繼續差落去啦，我都唔會後悔我揀呢條路，因為至少喺我20幾歲嘅時候試過做呢件事。有啲客人知道我本身個故事啦，好多唔同 NGO 機構啊或者學校都會叫我去做分享啊，或者同啲小朋友傾下偈啊，因為我本身係有讀寫障礙，咁好多有 SEN 問題，即係 ADHD 啊嗰啲，咁佢哋就會俾人誤會。有啲客人咧係知道我呢個情況，就會特登過嚟帶埋佢小朋友過嚟食嘢一齊傾下偈，透過我去了解下佢哋有所謂問題嘅小朋友究竟係諗緊啲咩或者發生緊啲咩事咁樣。我都好多年輕嘅客人，就算大過我又好，如果佢哋嚟嘅時候係唔開心咁樣過嚟，或者帶住啲唔開心嘅情緒過嚟，希望佢哋喺呢個空間 hea 完、食完嘢、飲完嘢之後會因為呢一度而開心翻咯。希望佢哋會叉到電咯喺呢度。